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22章第1節至31節，主題係上主要煉淨罪惡滿盈的耶路撒冷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2章記載，上主吩咐以西結去審問呢座流人血嘅城，計算佢哋嘅罪。城中拜偶像、流無辜者嘅血，欺壓寄居者同埋孤兒寡婦，又充滿淫亂。首領為咗不義之財而流人血，祭司違背律法，褻瀆聖物，將聖俗混淆，又唔守安息日。先知用虛假異象粉飾太平，百姓彼此欺壓，遍地強暴。上主將以色列比作渣滓，因為銅、鐵、石鉛混雜其中。上主要將佢哋聚集喺耶路撒冷，好似將銀子放入爐中融化，用烈怒煉淨，使佢哋知道上主嘅憤怒。上主尋找一個人去修補城牆，喺破口站立代求，但揾唔到。於是上主將憤怒傾倒，按行為報應佢哋。城因為罪而受審判，冇人可以逃避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22章記載，上主希望尋找一個人去修補城牆，喺破口站立代求，但連一個都揾唔到。咁面對破口同危機，你願唔願意站出嚟代求，而唔係袖手旁觀呢？